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牵涉内乱罪，遭到正做头一个互人逮捕的在位总统。17号公调处申请羁押，今仔日下晡是出席羁押庭，欢迎安算伫咧明仔载早时会做出裁定。在警察甲总统安全部门的护送之下，尹锡悦18下晡点半为拘留所坐一台司法部的蓝色厢车，去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参加逮捕必要性侦查。从现任总统参加羁押庭的第一日，伊是伫律师建议之下决定要甲申请羁押的公调处辩论，焦点主要伫发布经济戒严是毋是造成内乱，也有是毋是有逃亡或者是隠蔽政绩的怀疑。法庭外有数百支持者游行大化，首尔市中心也出现支持伊的保守派群众真海。这次做到审判了后，尹锡悦透过律师对支持者发文，伊讲虽然有寡无方便，但不过伫看守所一切安好。听讲真侪国民无顾寒天上街路游行，也感谢大家爱国之心。最近保守派势力大起动员，也听尹锡悦的声势起来，甲反对阵营烧饼场，看守所外口也一直组织人潮。저희도 기대 안 했어요. 이제 우리 국민들이 조금 뭉쳐갖고 지금 윤석열 대통령을 석방해서 나오셔서 나라를 다시 재건하셨으면 좋겠어요. 尹锡悦是因为12月初3强行发布第一名戒严令，予国会答应15正做第一回任内被列总统，不过一直行使干别权，固执信问。调查人员就伫17申请羁押，要求将拘留期限为48点钟延长到20日。法院按算伫18暗时或者是19早起做出裁定。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。